这么小一杯，意式浓缩就这么大。这完全没有 satisfaction 啊。龙哥哥做的咖啡，你有什么意见吗02，我的无理。强哥，听说最近街对面开了一家波茶，里面的奶茶超大杯，我们去喝那个吧。我向来对奶茶没有什么兴趣的，走，我们去看看。多多，你的咖啡好了，你要去哪里啊？什么？奶茶？哎，张佑是？是左使，他去打探敌情了，怎么还没有回来？老板娘，我打探过了，那家奶茶店真的是凶险异常，尤其是店长不容小觑。还好我定力超群，当然口味绝对比不过家属做的咖啡的。可恶啊，根本停不下来。什么东西这么香啊？有骚气。这家店居然还没关门啊！你刚刚说什么？她就是波茶店的老板娘，鲍不姐。你好，我是这家咖啡厅的老板娘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？你就是老板娘啊，没什么特别的嘛。这是一点见面礼，请收下。我要上大了。敌不动，我不动。哦，你来了还专程带见面礼，但是我这里没有什么可以给你的，有阿龙做的咖啡，你要不要尝一下？哎呀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帮你弄一下。不用，我自己来。听说你们这里有个很厉害的咖啡师，想来见识一下。阿龙这么出名吗？大杯的满足感。原来如此，只不过配料太多，有些喧宾夺主。哦，说的好像很懂嘛。老板娘，敢让你的咖啡师跟我切磋一下吗？输了的话，把它让给我。那要去哪里要看阿龙自己的意愿。好，如果你输了，龙哥哥就要娶我为妻。你就关店走人。一言为定。不是，我觉得老板娘，我们是不会输的。欢迎收看第1届春风街道饮品鉴赏大赛，有请我们的3位评审员：王博、我是王博，大家好。阿强、江无邪。哥，放心吧，小妹，教主永远在我心中。教主加油！教主，你才是最不靠谱的那个吧？有请2位参赛选手，来自波茶的八宝姐和幸运咖啡馆的龙顶天。都是你的熟人哦，没关系吧？无妨。有请第1位选手端上他的作品。这就是我的镇店之宝——世界波茶。哇，好喝！白桃乌龙咖啡撞奶 ，delicious。可是这透心凉的感觉是什么？天山玄冰掌，你是天山派掌门人白小波。久仰久仰，龙教主。哇，天山玄冰掌，那不是冰上都省了？什么？他竟让天山玄冰掌急速降温，保留了咖啡冻状的酥脆口感，简直是一部绝杀的世界波！有请下一位选手端上他的作品。这什么玩意儿能好喝？垃圾，啥玩意儿？
这是意式浓缩？这像珍珠一样的颗粒是什么？波霸奶茶。不错 ，Bubble 加 Espresso， 这是我独创的暖男风 Bespresso。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评委都不讲话？可能是龙哥哥想灭口，把他们都毒哑了吧？我宣布，本次品鉴大赛的获胜者是龙顶天。不可能，这一定有黑幕。就凭这一小杯东西，能赢我？尝尝看。这是一个充满恶意的世界。哎，去哪儿？去哪儿？爱学习。又没下雨，打什么伞？是吗？那你的眼角为什么会被淋湿？我为什么哭了？是生姜，我加了生姜。难怪，红糖和牛奶的凝珠，再加上生姜，是姜撞奶。是我输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会关店的。哎呀，关店倒是不用啦，不过以后有时间的话就来喝咖啡吧。我算是知道他为什么要跟着你啦，不过你可要小心了，我随时会被他抢走的。你想得美！改天我也试着做奶茶好了。Take me back to the day I met you， 告诉我这并不是一场梦。你眼泪滑落，微笑对我说，陪我看最后一个日落。你是我此生最后一次执着。点个追番，一键3连。原来如此，关注了 B 站轻剧场，将喝奶茶的喜悦提升了数倍。这个二维码真是神奇。什么？我们有同名广播剧了？是的，奋斗吧龙顶天广播剧7月12日正式上线，猫耳 FM 盲盒剧场不要错过。